立委郭国文27日甲议员朱正轩、邱礼清、黄兆辉、余柱清、沈振东共同召开记者会，指出陈坤和、李全教、谢良介甲前年长郭信良有交情，就参像是兄弟帮同款。他们的关系非常默契，有如兄弟一般。但有如兄弟一般的这个兄弟当中的这个李全教，他呢把这个太阳光电弄了32个足球场大，会排挤到这个渔民的一个生计的同时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站在最前线的一些反对光电暗场的这些朋友们，你们怎么看李全教这样的光电业者？你们怎么看李全教跟既有的这一个候选人结盟的一个现象？戴金的副总统也特别点出来，88枪发生的时候，国民党甚至一些无党的这些民意代表，全部把炮口指向民进党，铺天盖地的攻击台南市，结果最后这个枪击手抓到了，幕后的主使者抓到了，通通都是国民党的。因为李全教伊即摆的策略，伊是用无党的，即个状况兼陈坤和同款，但实际上咱拢足清楚，李全教伊本身伊的出世就是朱清的国民党的党员，佮是国民党的大佬，而且呢，全部国民党即摆的系统全力咧支持李全教，所以李全教伊是100%完全的国民党的即个候选人，但是伊为着要欺骗选民，伊用无党出来选。在选贤与能的过程当中，看到郭国文立委对于大槽沟的这个案件。我们支持的是再生能源，但同时要顾及我们的生态、我们的生产、我们的这个还有我们的生态的一个问题。郭国文表示，在野阵营不管什么，将所有供电厂拍成弊案。既然反对再生能源，就应该先提出一个完全排除绿能的能源政策。若是无都提出，就要停止对绿能的污名化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